大家好，今仔日是诚久无转来咱即个台语朗读讲义母语教育的上尾一章，上尾一章就一节吼，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，第十节，这是要做一个结论啦，就是李庆华先生伊伫咧即章的上尾啊，就伫咧遮结论讲一句话尔，讲。尊重语言权，维护语言产。尊重语言权，尊重语言权利，就是若像咧维护语言的不散微散。我著甲即个上尾啊的即第十节，甲伊读完好啊吼。来，互大家听哦。既然这是台语朗读讲义，台语朗读讲义就是爱朗读这内容吼，朗读这内容互大家听吼。好，咱继续啊，有头有尾安尼，莫虎头蛇尾，虎头溜尾吼，虎头蛇尾吼，华语安尼讲吼。但是咱即马有法度甲即本册第一章读完，有法度去选后面要读倒一章。好，伫咧读诶进前，我想要甲大家宣传一下我家己诶理念吼。我家己理念就是我是一个若是要对迄个时代，要对时代，咱是外省仔来，甲本省，外省仔本省，我是有客人的祖先，我姓刘，有客人的祖先，迄个刘就是个客人的吼，海陆客，佫是较西定的迄个客人吼，佫有啥物布心的葫芦客，嘛有啥物？厦门的外省人，所以讲是外省内面上本省的一阵，所以讲吼，外省内面上本省，本省内面上外省，上客人上外省，外省内面上本省，本省内面上外省的这一阵本土人吼，我就是无法度本土人拿到要请吼，就是即种的，大部分毋是咧做基层，就是咧做农业的，客人的迄祖先迄边的客人迄阵的，那像咧做农业的，那阮迄个阮妈迄边有咧做先生的，有咧庄卡卖物件的，有咧做迄个传统的迄个食物的产业加工的，拢是诚基层的，所以讲哦，对我来讲，即国语。华语即名是有重要，是有重要伫倒位？就重要伫咧，伊会当代替迄个国语，毋知咧讲啥个国语。因为我有学日本话，嘛有学韩国话。日本话内面诶国语是啥物？国语就是日本殖民时代诶迄个日本话。安尼韩国话内面嘛有酷語就是因即马韩国诶国语酷語。但是咱的国语咧是啥物？华语啊，华北、华南，就是有华语。所以我才写一个，安尼，好，我来读一下吼。台湾有台语，敢毋是？中华民国有华语，敢毋好？对，台湾有台语，敢毋是？台湾有台语啊。中华民国有华语，敢毋好？两项斗做伙，才是即摆的台湾啊！有本省有外省，才是即摆台湾的状况哦。阮无要甲任何一阵要甲伊踢出去，迄拢是诚无好诶代志，因为逐个拢人做伙啊。客人福建人、广东人做伙，因为日本人来诶时阵，就是安尼来熟悉台湾诶吼。熟悉台湾诶，台湾有一阵福建人，迄就是讲闽南语诶；有一阵广东人，迄是讲客话诶吼。两阵人做伙才有我。安尼甲嘛是爱有外省人来，才有迄个学厦门诶阿公，若是无即个闽南语甲客话，闽南语甲客家语人做伙，搁有本省甲外省人做伙，都无我今仔日诶我。所以讲吼，迄个国语，就嘛是伫咧国语、土语、客语。
就是嘛爱有日本甲韩国伫遐照互咱看，咱才知影讲哦，即个华语有伊诶出现诶重要，因为人诶国语歌就是日本话，古语是韩国话，咱诶国语是华语，即项代志就真重要吼。所以呢，我来读这上尾一节，就是尊重语言权，维护语言产。好，我来读吼。市民政权的语言教育政策，主要是要互市民地的人袂记哩家己的语言吼。好，为虾米？市民哦，市民就是有两站。吼，日本人来的时阵，甘愿吼你第二站的人拢变第一站啊，毋是最好诶。你甲恁祖先拢放掉，会当无？哦，足侪人无法度放诶哦，真正毋是看过啊吼。嘿，但是你想看觅，咱即马供庙，咱即马拜拜。是毋是足侪物件？你我较记得讲，我阿嬷，阮母啊，阮母遐，迄走诶时阵会讲牛奶，即个物件华语敢有法度传？嘛是无法度吼。所以讲吼，这嘛是爱诚重要，爱记得讲，你母语内面有一寡物件是无法度换一个语言，就算讲伊是华语尔尔。伊是华语尔尔，毋是讲换去日本的迄种无咧拜祖先的，是有咧拜祖先，但是你用国语拜，有法度拜无？有法度拜即种物件。倒来好啊，想看觅吼。好，嘿，文化甚至是因民族国家，是袂记哩迄，这是市民政权的代志吼。互因感觉伊的语言是较低级的。嘿，因诶文化较输市民者，嘿，迄是两站哦，因为伊要分出来两站，有悬有低，迄是以前诶代志吼。市民对人民诶民族自卑感一旦形成，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就无困难啊。嘿，日本人及中国人诶，伫台湾拢采用着共款诶市民语言政策，吼，这是恁清华先生伊诶想看咯。但是伊可能无拄着阮阿公迄种诶厦门人吼，厦门人伊诶身份着真，真毋知影咧徛倒一边吼。但是你有一个厦门人外省阿公，你就会知影迄真奇卡诶一个位吼。好。日本人及中国人伫台湾拢采用共款的市民语言政策。李登辉，但是李登辉伊是啥物？伊是台湾以前的总统吼。李登辉伫台湾伫台湾的中国国民党，虽然表面上采用放任的语言教育甲政策，其实伊并无放弃为中国人市民的单国语政策，伊的市民本质抑搁存在。伫咧吼，即种语言政策非但无人权，嘛违反了世界的语言生态。这我都爱定，我来讲啊重诶。法国就是安尼，普往萨勒无去，普通嘛无去。哦，法国迄一个海布里克，即嘛爱反省一下吼，因是毋是拢甲地方诶语言拢抬掉啊？这对法国开始。下面要报仇的对遐开始哦，对遐一路对报转来哦。目前世界有180外个国家，人类的语言上少有5000种吼，所以会使讲大部分的国家拢是岛语的国家。平均要讲一个国家，就有30几个语言啊哈。台湾嘛有哦，台湾有绝对有30几个以上，因为原住民爱用部落，爱用部落一个社安尼找因的母语。台湾呢，台语嘛是中部中华的几啊种，海边的一种，鹿港的一种，中华市的一种，园林的一种，可能二林的遐嘛一种。好，过来分林斗南，可能就无淡薄仔无共款。好尾的甲海口的佫无共款。嘿，北港甲新港有共款无？我毋知，但是绝对甲嘉义的无共款。你着知影，迄实在足济，咱分出足济哦，几啊十种咧嘿。好，过来60年代以后，人类开始接受一个国家无一定，干若
会使有一个国语尔尔。吼，迄是60年代，60年代是啥物？60年代可能是，我毋知啊。你看先生，伊讲60年代是1960年，抑是1970年左右的1971年的迄60年代吼。但是差不多是迄个时阵，就是我涨价迄时阵哦，涨中正袂走无偌久的迄个时阵。你想看觅，迄时阵开始接受讲一个国家无一定干若有一个国语，但是咱搁开始进行国语运动无偌久尔。的观念吼，真侪国家采用着一讲多官方语言政策，譬如讲芬兰我真正毋知有讲过无？伊讲伊就是有两种国语啦吼，是啥物？芬兰语甲瑞典语，因为因隔壁迄阵，伊甘愿选瑞典，无爱选俄罗斯，因俄罗斯以前甲因拍甲伊压，吼，瑞典遐因阁会当发展，阁是平等诶吼，迄是平等，因甘愿选迄阵。嘿，瑞士有4种官方语言，倒4种？德国诶、法国诶、意大利诶，阁有一种阿拉曼语。我毋知迄啥，那就是一种那足像德国诶方言啦，吼，迄个方言是地方语言，方言。我讲方言好啊，方言毋是方言，方言，方语。我等下来分享一个我写诶物件吼。好，印度有15种国语，15种哦，吼。过来，台语诶语言复杂度0.57，并毋是真悬吼。台湾诶语言复杂度啦，毋是台语啦。台湾诶语言复杂度毋是真悬。毋是真悬的意思就是今仔日下晡的时阵，我点一个迄个印度的迄个电影，互阮妈看。伊看，个可能是马加拉语的，马加拉语伫倒位？我即摆阁毋知咧。阁有旁加比啊，阁有啥物？塔米尔啊，辛哈拉是遐斯里兰卡的啊，这几种拢无关系哦。几啊位无关系，完全无关系。这台湾拢毋知，拢叫因印度啦。嘿，所以讲吼，咱要外口的人要理解中国，要理解中国的方言，迄是毋是两排共款咧？共啊，巴加比啊、马加拉、马拉加，甲什物辛哈拉、塔米拉，拢掺掺做伙啊。结果咧，就是讲是印地。拢毋是，就是讲咱咧讲华语，毋是咯。第一个就爱甲你讲哦，诶复杂度无印度遐悬啦，但是嘛真悬啦吼。伫世界各国比起来，拍起来是中分的吼，中的吼。伫德国、葡萄牙、甲印度、菲律宾、南非会中哦。印度我拄来讲啊，菲律宾免讲啊，每一个小小的岛屿拢有家己的语言啊。山内的甲山外口的，佫无共款吼。佫有因北部、中部就差真济啊。迄个册母啊，册母啦，属母遐，甲迄个北边的吕宋的吕宋岛的塔加洛，就完全就是两顶人。两顶你徛我无爱讲你诶，你无爱讲我诶，我无爱插你，嘿，所以讲吼，台湾诶，甲属母遐可能较好啊，较吕宋诶就可无好啊，佮才会讲台湾甲菲律宾之间迄交流较无遐济吼，但是有迄个吕宋来诶人，我甲你是使一个教授，伊就是吕宋诶，毋是吕宋啦，是属母遐诶人，但是台湾甲吕宋诶人有交陪哈，真好无？我嘛毋敢讲，就无熟悉着吼，就是碰袂着迄阵人。嘿，过来南非有真侪语言，足侪拢是曼德拉，伊家己拢知影有偌济无？伊可能家己佫毋知呢，伊可能敢若是一种黑人诶语言尔，佫有足侪黑人语言诶，吼白人就两三种啊吼，白人语言就两三种啊吼，咱敢若是
上少数、上少无共的，就算讲德国，北德甲南德已经甲有共款。葡萄牙